兄弟平安，真欢喜吼！伫即个新年度的头一个主日，咱阁会当伫遮来主日。其实我伫遐想吼，过去的一年久，足侪所在拢足艰难的，总是咱常常爱囥伫祈祷中，为因逐所在逐个人的平安来向上帝来祈求。互世界各国的人的心活转归向主，得到医治。咱嘛感谢上帝，伫即段时间的保守看顾，伊的保护来遮看台湾即块岛屿，互咱会当阁安尼来自由、自会，出入拢会当遮尔平安。实在是感谢俄勒，伫今年度咱嘛有缘要倚靠主来过每一天的生活，咱真欢喜哦！今仔日咱的科牧师来甲咱聚会伫顶礼拜，咱嘛顺利来选来通过，这一切拢是感谢上帝。按会知的会前祈祷，咱请科牧师来为咱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伫2020年，虽然经过真侪艰难，虽然有疫情的影响，总是你保守阮平安经过一年。伫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，阮阁三甲主日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主你亲身对阮讲话，愿信心帮助阮，互阮的心领受对你遐来的祝福甲恩典。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中、阮人生中真大的快乐甲毋茫之地。愿主亲身甲阮做伙，互阮伫今仔日自头到尾所有的敬拜，用阮的心、阮的灵来敬拜阿罗你的名。嘛，愿主你看顾，也会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保守因骹步的平安，差派天使来为雷霆四周围看顾因。嘛，也无法度甲阮做伙组织的，愿主你的保护嘛，掠砍伫因的身躯顶，无论因伫倒落，主你有缘看顾保守因。我们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引带阮，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今日有日头吼。已经落足久的雨啊，毋知大家有生果无？等一个聚会煞，大家当出去晒一下日头咧吼。咱先开圣诗第381首，咱先听一遍。第381首。好，咱为第1节来唱。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，阿门，阿门。对神求领受大行后面，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受造归荣光上帝，阿门。好，第1节搁一遍哦。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，阿门，阿门。对神求领受大行后面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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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万有受造归荣光上帝，阿门。第2节。生命受造归荣光上帝，阿门，阿门。对神求领受大行后面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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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万有造归
荣光上帝，阿门。第三节，世间受造归荣光上帝，阿门，阿门。对神手领受大项福美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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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间受造归荣光上帝，第四节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物，阿门，阿门。对神手领受大项福美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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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反动者所赐的物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再来请大家献到圣诗的第408首。清早起来学老主，咱共款先听一遍。咱为第一节来唱。清早起来学老主，一暝平安守主恩，今暝困求主保守，为主做工心安稳。说字第三节迄。为主做工位较短哦，吼，所以为主做工嘿位较短哦，好，咱第一节搁一遍，来3。清早起来学老主，一暝平安守主恩，今日困求主。保守为主做工心，第二节。上帝阳光就是平，光辉充满地甲天，真感就伫我心内，听经文当上第三节。困求相信大权能，拄我罪恶的心声，谦卑温柔祈祷，哈利路亚颂主耶。好，上尾咱献到第186首。好，咱共款听一遍。好，咱为第一节来唱。圣经亲像物件。叫咱心来从我，予咱在最言行是正，我苦求。第一节搁一遍。圣经亲像物件，第一节，叫咱心来从我，予咱在最。我苦求主耶稣。好，请大家闭班心，准备礼拜。
看耶和华接个奴仆民间踮耶和华厝内，恁拢着学罗耶和华，恁着信守举起恁的手，学罗耶和华，愿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锡安赐福气互恁。这是咱做伙来因信诗，信诗第381首，信诗第381首。万物受造归荣光上帝，万物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逐项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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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万物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请起立，用全手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逐项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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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万物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生命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逐项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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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万物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时间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逐项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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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生命受造归荣光上帝。阿门，阿门。阳奉献是主所赐的物。阿门，阿门。对圣手领受逐项好物。阿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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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咱奉献是主所赐的物。阿门，阿门。请坐。咱只是用献到周杯第7页，用使徒圣经，咱做来读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英府。第3日，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会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启用，献到圣诗后壁，启用文第56篇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。启用文第56篇，献着咱做伙来启用。创世以前就有道，道甲上帝同在。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。一切受造的，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。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。伊伫世间，世间通过伊来创造，毋过世间人毋捌伊。
遐个接纳伊个，就是信伊个人。因毋是对血统，是对肉欲。道真侪人踮伫咱中间，阮有看见伊的荣耀。伊对伊满满的恩典，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无咱捌看见上帝。可以到遮，咱做伙来用信息第408首，信息第408首，清早起来学老主，清早起来学老主，一暝平安受主恩，今日恳求主保守，为主做工心安稳。信息第408首，清早起来学老主，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。清早起来学老主，一暝平安受主恩，今日恳求主保守，为主做工心安稳。上帝眼光就是边，光辉充满对甲天，真光照伫我心内，听亲阮当上饮食，恳求神圣大光临，拄我做恶的星星，谦卑温柔学基督，哈利路亚颂主言。请坐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搁一摆聚集伫遮，唱诗歌学乐你，听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教示。今仔日是2021年第1个礼拜，伫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伫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发生侪的代志，特别是新冠状肺炎开始流行，大大的改变阮的生活习惯。每一个人必须挂喙罨、消毒、甲勤洗手。伫即个病毒也影响全世界的人口，互侪人失去性命。全世界也有侪医护人员伫工作中辛苦的奉献家己，也有真侪人为着治疗即个病，不断的研究努力。虽然目前还无法度完全的治疗即个病的药，但是阮也要将一切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因为主你才有法度抑制一切，因为你掌管万物。求你看顾灵敏，互阮心得着平安。阮知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，阮只有我靠你，心中才会当得着平安，会当得着安宁。求主你带领，赐平安伫阮的心中。即时，阮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主你也安静阮的心，互阮放下一切的操烦，独独仰望你，拍开阮的心门，邀请你入来，做阮生命的主。
追求你的话语，因为你是阮的光，带领阮行头前的路。求你保守、带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想赐阮平安。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看一位的圣经，《以弗所书》第1章第3节到14节，也就是新约的部分，219页。《以弗所书》第1章第3节到14节，现着我来读第3节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，也是伊的爸，得着阿乐。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日逐项属伫神的福气，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生，伫基督敬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，无通嫌。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，用仁爱大生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。互伊恩典的阳光得着阿乐，即个恩典就是伊伫所听的囝赏赐咱的，踮伫伊，咱对伊的血得着赎回，赦免罪过，照伊恩典的富有，伊将即个恩典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，赏赐咱到满满。第9节已经互咱知伊的旨意的奥妙，照伊的好意，就是伊伫本身所大生定着的，要伫这日期圆满的时，释发互万物，不论伫天里的、伫地里的，拢伫基督来合一。踮伫伊，咱也诚做家业，就是大生受定着的。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，行万项有诶的意思，要互伊的阳光对阮大生毋望伫基督的人得着阿乐。踮伫伊，恁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，救恁的福音。既然信，就踮伫伊有受所应允的信心勘验。伊就是做咱新结业的准当，到上帝所得到约业赎回，互伊的阳光得到阿乐。圣经读到遮，献诗圣歌队要献诗的是着祈求。
讲道黄传道要讲道的题目是属灵温书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新的一年，上帝要做新的工，咱真欢喜。咱所有的科牧师来到咱的中间，甲咱三甲做伙3个礼拜，感谢牧师。咱三甲后来祈祷。我的天父，我的上帝。伫即个孝顺稳定的时期，伫阮过去的一年，阮蒙恩受福。伫新的一年，阮求主继续保护、看顾。阮真感谢主你的美好的安排，阮所敬听的科牧师来到阮的中间，三角敬拜俄罗你。阮真欢喜，阮将线接信息的分享，恭敬仰望，求主帮助阮，伫影子阮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了后，会当更较知捌主你的启示，以及阮的主耶稣基督满满的赏赐。求主保守引带，阮安尼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今仔日是咱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，嘛是咱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。大先，咱要来宣读传道会，要互咱大家正兄弟姊妹。的请安函，为主有望。那么伊是华语的请安函，所以我来会食做翻译，翻过来咱台语的讲法。亲爱的牧长，兄弟姊妹平安。你看，迄个做梦的来啦！创世纪39章18节。这个做梦的，就是后来叫做埃及宰相的约瑟。伫1990年代，有一群人，因为心中有看见，就开始来做一个梦，来建筑一个梦。30年了后的今仔日，梦既成真，逐步要迈向。个永壮的圆融，迄个梦就是团福会眷顾牧者夫妇的制度，会当伫墓中成有。起初当然是非常艰难，反对的声音嘛不断，真幸运，互咱教会牧长。用决意要来支持，一路行来，更加是时时来检讨、修订相关的制度，反省调整福利关顾的项目，持续坚定永续的经营。期间虽然经历金融的风暴、景气萧条、疫情的冲击，咱检视着初心。精算着未来，渐渐减轻安养的支出，顶面的重担。咱来展望一天收支的平衡。做是福利事业，无法度像讲金雕有酒金雕醉，嘛袂使饱食饮食猫牛。要来节流之外，还佫需要开源。由于教会教会数的增长有限，退休需要安养的牧者的夫妇的人数，却是节节上升。其中包括1993年，咱的制度
开始安养到呾的牧者夫妇到呾，阁有47位。除了调整关顾安养福利、致力甲投资收益以外，更加需要牧长甲兄弟姊妹持续的支持，甲逐项牧者夫妇的关怀事工。出埃及17章12节有讲到，摩西的手若震动，因就搬石头来，放伫伊的下面，伊就坐伫顶面。阿伦甲何尼就扶伊的手，一个伫即边，一个伫迄边，伊的手就稳住，一直到日落，来得到胜利。是传福会的手会发电，要衰落去的时，感谢牧长、众兄弟姊妹，加做阿伦，加做何尼来帮补、来支持。稳固来运作。曾经，咱捌听到上主的命令，看我要做一件新事。如今要发现，你敢毋知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要伫沙漠开江河。如今上主果然为咱开道路、开江河，心中的希望果然成真。作是这个道路，这个江河，只是来通向这个梦想的起点啦尔。咱需要继续来检查、来验用、来积资咱安养准备的基金3亿的基金，阁要筹建一个退休牧者翁仔某的安养村的这个种种的规划。时间真长、真久，阁真大。不过，成就是耶和华，著作建立嘛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咱的主。伊安尼讲：你求叫我，我就应允你，佮将你所毋知、佮大佮难的代志，要甲恁指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。互咱阁一摆，为着主，迄个阁较大、阁较难的梦，来期待咱即个退休牧者夫妇关顾安养制度，将来会当自给自足。嘛，希望咱的团福安养制度来成做正牧长兄弟兄姐，成做骄傲的制度，因为伊。是遐年，咱做伙做的梦。愿咱以感谢来献上，芳芳的祭，荣耀归伫天顶的上帝。你的同工并正良。以上是咱团福会的请安函，为主有望。以目前的情形。咱来了解，牧师退休了后，也阁有10-20年，甚至甲30年的生活岁月。这伫咱拄则所讲的，伫1993年迄个安养的开始到呾27档，也阁有47位的牧者夫妇咧受到关顾、关怀，咱就会当来了解。所以对拄则所讲的退休牧者夫妇安养村的这个意向，我有真大的感动甲要义。那么在熟练的神学，是咱每一位退休牧者伊的专业的范畴。检采咱来通来完成这个安养村的意向，互退休的牧者夫妇通做伙大，牧者甲牧者嘛会使带做伙，安尼伫因虽讲
年岁有较济，总是生活上会通互相做伴、互相照顾。啊，伫灵命的顶面，嘛会通搁再互相激励，来复兴，搁一摆来发光，食做咱属灵的因带。因为伫年岁较大的顶面，体力可能会较衰烂。不过，伫灵的内面，却是哪来哪清明，就哪亲像圣经所讲的，因年老的时，有缘要结果子，因会结满满，色青翠。所以，咱今仔日要用属灵温书这个主题来关心咱退休传教士的圣工，嘛会当伫这个主题的当中来听探上帝的启示，甲来敲找咱家己生命的激励。接下来，咱要用今仔日的经文来思考咱今仔日属灵温书这个主题。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30到14节，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父上帝，因为伊有将天顶逐项属灵的福气，通过咱甲耶稣、甲基督结连，赐予咱。创世以前，上帝已经通过基督竞选咱。互咱伫伊的面前，成做圣洁无缺点的人。因为上帝疼咱，早就决定要通过耶稣基督，互咱做伊的囝，归伫伊。这是伊所欢喜的，是伊的旨意。咱就颂赞上帝荣耀的恩典，因为伊有将伊所疼的囝。无条件赏赐予咱，对基督通过伊的死，咱得到自由，罪得到赦免。上帝恩典实在真丰富，伊有将这个恩典充充足足赐予咱。伊用逐项的智慧甲理解。照伊所欢喜的旨意，互咱在伊早就决定通过基督来完成这个奥妙的计划。这个计划，上帝要伫时机成熟的时完成，通互伫天顶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，拢尊基督做头，拢合做一个。万物拢照上帝的计划甲决定来完成。上帝照伊大先决定的旨意，通过基督竞选咱来承接伊的家业。安尼是要互咱这大先将仰望放伫基督的人，通颂赞上帝的荣耀。通过基督，你嘛有听到真理的信息，就是迄个，互恁得救的福音。迄时恁有信，上帝就会赐恁所应允的圣神，甲恁吸引，证明恁属于伊。圣神保证咱来承接上帝所应允的家业，直到互属伊的人来得到完全的自由。我所用的是现代台语译本，伊翻了真白话，相信咱听了嘛真明了。这是一段意义真深、用词真水的迄个感恩颂赞的诗歌。赞美
上帝满满的赏赐，伫信徒逐项属灵的福气，又包括伫天顶逐项的福气。即个伫天顶的即个福气，伫以弗所书讲了5摆，伫其他的所在并无用。伊就是在讲咱基督所统治的宇宙的空间，基督徒要伫即个空间来得到新的活命、新的生命。佮伫创世以前，咱就得到拣选、分别做成。咱日期若满足，就要照着耶稣基督降世，从钉在十字架顶来得到救赎，来得到赦免，来脱离迄个黑暗的权势。对保罗来讲，救赎毋敢若是赦免过去的罪那点，伊表示着对这个罪赦免的当中，咱要得到快乐，要得到完全的讨放甲自由，佮要得到迄个做囝儿的名分，佮要得到迄个圣神的印记，要吸引，以及要得到主过来的时，咱迄个终极的救赎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那么，这所讲的，拢总是上帝对咱人整个伊的救赎的计划。但是，这个计划呢，是对圣父、圣子、圣神来主动、来执行、来彰显伊家己要来达成的这个拯救的计划。伊就为着要互基督来统领伫万有，来荣光咱的父上帝。那么，这个奥秘、这个奥妙的代志，长久以来是稳捌的。如今，咱的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来向世间人来彰显、来表明、来显明。那么，上帝对伊所设立的教会，伊的计划是永远是持续的。万物伫耶稣基督内底要加入合一，将来咱的身体搁活来得到救，来得到完全的自由。这就是上帝伊整个救赎伊的计划要来实现的愿望。以弗所书是保罗伫关键的时所写的。保罗伫同一个时期、同一个所在，伫迄个家伙内底有写了3封批，就是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、甲腓利门书。这3封批嘛合称称做感觉书信。写以弗所书是伫写哥罗西书的了后所写。写哥罗西书是因为教会内面出现异端，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，来互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来回报这个撒旦透过异端来所发出来的邪说。那么保罗写了哥罗西书了后，保罗一定是感觉有这个必要，来将耶稣基督的真理来写做这个信心的指南，来坚固、来正信徒信仰的生命。所以，伊写以弗所书来互带伫以弗所
伫基督内的正信徒。所以，伫以弗所书，伊无亲像写伫别方批安尼特别指明是倒一个教会，伊是写互住伫以弗所的正信徒，伫基督内的正信徒。所以，伊是写互踮伫以弗所伫基督内的信徒，伊嘛是写互咱文山教会踮伫基督内的正信徒。所以，咱若好好来攻读以弗所书，的确，咱的灵命会通来得到搁较坚固、搁较永驻。到这，我嘛真恭喜咱大家，因为咱拢是得到这个属灵的恩赐，伫基督内的正信徒。基督的门徒，那安尼要安怎来确保咱得到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呢？要安怎来确保，才袂像着我顶礼拜伫咱的周报第8页所讲的自由的人当中，保罗所执意的，就咱已经得到上帝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得到讨棒了后。已经成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人，却是还阁要自甘堕落，来互家己来阁来受绑伫迄个世俗的纷扰，要安怎来确保？要安怎来袂阁再受到这个纷扰？我想透过不住的祈祷来拍开咱甲上帝结连的天线，通来得到确保，就亲像保罗所互咱的教师所讲的，着常常喜乐，着祈祷无煞，着凡事感谢。所以伫祈祷中，咱要来甲上帝要来结连。在结连当中，咱要来确保咱所得到的属灵恩赐。伫遮，我要来分享一个，还阁伫进行中的见证，迄个属灵的结连，甲迄个祈祷的见证。伫顶礼拜四，我的负责人就是长老娘，就是传道娘，伊接到保利来的电话，讲伊阿姐毋知人入去到台中营总交互病房，迄时是拜四早起，当地地下室咧无用，就心情就真沉重。到迄个下晡，我哋伫咧佫敲来，伊讲伊妈妈即时伫要急救，医生甲伊讲因的尽力，万不利，救袂转来，毋通甲伊怪。听到即个电话，我的负责人放声大哭，我伫边仔嘛对咧哭。阮跪落去，甲上帝祈祷，甲上帝求祷，求主怜悯保守医治，想使互伊所疼痛的阿姐，会当得到上帝医治，会当得到完全恢复，得到恢复健康。我的负责人靠甲阮4楼迄个台面，伫十字架的台面，
拢已经淡去啊。过了无1:20分，电话佫敲来，讲医生讲急救成功，无暂时脱离这个危险。总是伊毋知啦。阮继续佫，阮听到阮知影上帝，伊是喙听祈祷的上帝，伊应允阮的祈求，所以阮跪落去感谢，佫感谢求主继续伊伫看顾。所以阮就伫拜六的早起，阮5、6点起来，阮就开车，因为伊伫加护病房一工有2个时间点，要互探访，一个是10点半，一个是暗时的7点。所以阮行搭车，阮就提早，阮落去，到伫遐，阮听候时间到，阮就入去，来向耶稣基督。用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互阮的阿姐会当得到医治，来得到保守照顾。迄时阮了解，伊阵仔情形是肺部积水，心脏钙化，伊的瓣膜无力，伊毋知人。伊靠一粒鸡龟仔咧维持伊的呼吸，而且佫有感染，伫发炎，情形真危急。阮其早知影，伫前一暗拜5的暗暝，阮的姐夫甲阮遐侄仔甲查某孙仔，因已经讨论决定，伊看到迄个急救的着磨甲艰难，所以伫两难之下，因已经放弃急救，已经甲医生签放弃急救同意书。只是阮听到，阮用更较大的信心，阮伫遐祈祷，伫阮阿姐面头前祈祷，伫遐宣告。阮也甲阮阿姐讲，阮就约好，阮伫正月底。我要到甲埔里，我要搁来甲伊欢喜，来斗阵，要来共倒啉食。迄时伊是毋知啦，所以阮祈祷了，阮就转来，阮继续逐工祈祷。所以渐渐好消息搁来，讲伊的积水，肺部的积水消退，鸡龟也会使摕起来。佫慢慢的消息讲，伊身躯的肿嘛摕去。佫慢慢消息来讲，伊的笑当中，阮的查某孙阵仔讲，安尼我甲你翕相，互你阿辉就是我的夫人人，就是伊的小妹，伊笑眯眯的面来翕相。前2天，阮查某孙佫传来讲，伊会讨要啉水。感谢天父，这个见证，这个分享，我们佫一摆来见证这个基督的困难。透过这个分享。要来确保咱所得到的这个属灵的恩赐，咱若要来透过这个分享，也要来恳求天父，照伊的旨意，继续医治阮的金片阿姐，当早日恢复健康，早转来阮的身边。因此，咱耶稣圣诞了后，咱用属灵恩赐这个主题，咱来思考耶稣基督降世
所赏赐予咱的恩典甲快乐。就亲像咱今仔日的经句，约翰福音第1章17节所讲的，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。啊嘛，要用属灵，要用这个属灵恩赐，要来关心，来带导，来奉献咱退休传教士的圣工。咱三脚头来祈祷。圣经亲像一物件，照出阮心中的错误。圣经亲像一把灯，伊要照亮。要照亮阮头前所要行的天路。特别，阮感谢你，伫今仔日的启示，诚做阮属灵生命的坚固甲激励，嘛诚做阮伫新的一年的快乐甲随时的祝福，嘛祝福伫阮。拢总退休的传教士，阮的牧者，阮的属灵导师，我感谢你，因带，甲祝福满满。感谢天父听阮的祈祷，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做伙来用信息第186首，圣经亲像物件，圣经亲像物件，照咱心内错误，互咱知做言行事正。我靠救主耶稣，信息第186首，请起立用全首。圣经亲像物件，照咱心内错误，互咱知做言行事正。我靠救主耶稣，圣经亲像路灯，着赶来行天路，用伊来照路途光明，亲阮救主耶稣。圣经亲像培生，甲咱一时祝福，大家着头下的深信，幸无救主耶稣。圣经亲像经文，咱着出力度无，天父想使我咱像阮，辛苦救主耶稣。请坐，这是咱备办心来奉献。
坐。这时我来报告。伫报告大先，咱先来看周报第2页下骹的根据，即礼拜的根据。咱做伙来读2解。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，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。约翰福音第1章17节。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，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。约翰福音第1章17节。这是我来报告。后礼拜圣工分担。领唱是苏坤荣长老，司礼是李月波执事，司琴是杨如玉姐妹，献诗是少年团契，司献是林忠豪执事、彭兆亮执事，交代是林忠豪执事、林家龙弟兄、林淑英姐妹，音控是彭兆亮执事甲周建传执事。咱来看拜三的早间祈祷会，主礼是黄传道，司礼是郑润娇执事，题目是洗礼甲性命的更新。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章第4节到11节。后礼拜主日礼拜，主理是李牧师，题目是重视家己的职分。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13节，圣诗是381首、16首、376首、393首，课英文是第64篇。根据是提摩太前书第3章的第1节，咱会当先转去先家己备班来准备来看。好，咱先到周报第6页，教界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退休传道书的奉献主日。本主日礼拜是退休的传道书奉献主日，请兄弟做伙来为着退休的传道书的事工来关心甲代祷、甲奉献。第2，团契辅导会长就任。后主日礼拜举行团契辅导会长就任。第3，中职会开会通知。后礼拜1月9号。拜六透早9点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出席参与。第4，小会开会通知。来週1月9號拜六上午11點召開小會，請小會會員勞保參與。第5，圖書館的專案，感謝上主滿恩典。甲保守带领，图书馆已经完成过户交厝，嘛邀请兄弟姊妹、甲各团契做伙来参与每一个方案。有足侪方案，咱会当先家己来参考。不管你是要安怎奉献，拢有足侪的方式。第6，圣工事奉表，新的一季的圣工事奉表已经安排出来啊，请有参与。服侍的同工会当去1楼的柜台领取。第7，130周年配合活动开会通知。后主日礼拜了后，要召开130周年配合活动的小组的会议，请相关的同工出席参与。第8，2020年后半年度的校普检查。要定伫2021年1月10號要进行2020年后半年度的校普检查，请各团契爱传好之后，下尾要收检。第9點，2021年献花表开放登记。2021年献花的表已经放伫1楼的柜台，若要献花会当去1楼的柜台登记填写。第10，圣诞节检讨会开会通知。本主日中昼要召开圣诞节的检讨会，请相关的同工出席参与。11點，2020年年度
会员好会要交资料的通知，预定2021年1月31号要召开会员好会，请各团契交恁的好会资料，予行政干事来整理。交的期限是1月15号。12、教育团契组年度备周报的根据活动，要定伫1月到7月的第1个礼拜。团契教育组要举行备周根据的活动，题目会互大家先来写，然后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背每周的根据。教会集体交通甲大道事项，咱会当先家己来看，嘛为着身体欠安眠，也是教会事工，甲即马即个冠状病毒的即个威胁，来大道求主怜悯，求主保守医治。其他的部分咱会当先家己来看。今仔日敢有新来的朋友？好，咱要来印刷要变的信息第388首，因讲归圣父上帝。因是说，请陈正会长老来祝祷，请起立。因讲归圣父上帝，因讲圣行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三甲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甲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远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行平安礼，咱来做伙唱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大家应该拢真熟啊吼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。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，因为耶稣诚做神，因为耶稣你光明，因为耶稣人有过我的人生。欢喜享受主我名，欢喜家人得主听，因为耶稣丰富三业主属定。咱会当互相起立来斗平安啊！